为了要让国内无人机厂商有好的研发场所加生产环境，行政院伫中科院民雄航太园区的西边，打算要投入60亿规划民雄航太无人机产业园区。负责规划经济部今日早起正式挂牌成立产业发展专案办公室。政府投入资源，希望透过这个计划来带动台湾无人机的国家队。无人机厂商用模拟方式，向大家展现军用规格无人机功能。负责整项无人机民间业者甲国家资源的民雄航太无人机产业园区专案办公室，在即天正式接牌。我相信对咱业者真有帮忙，因为咱需要咱在地做研发、做测试、做生产，互咱台湾的公司有机会来参与咱这个国防产业的发展。跟咱民间的力量、民间的科技跟资金结合国家的需求，一起努力。因为无人机在台湾的产业算是现在来讲才刚起步，非常需要有国家的支持，能够在这方面把这个产业让能够真正的成熟起来。这个由经济部负责的产业发展专案办公室，协助厂商进驻民雄航太园区西边的产业园区。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表示，无人机应用的范围真大，2030年的时阵，这个产业会带来将近400亿的产值。军用的部分是由中科院来负责，那军用商规的话是跟民间产业合作。那目前第一阶段会采购大概超过3000架，5款式的军用商规的无人机。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计划，带动台湾无人机产业的国家队。家己县政府嘛指出，阿创中心的边仔，目前阁有一寡已经退场的学校建筑甲用地，会配合行政院来进行阿创中心第2期的开发规划，希望互无人机产业的环境会当愈来愈完整。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